阳明交通大学的团队今年到德国参加欧洲杯太阳能10项专能力建筑竞赛。这个优秀的队伍果然无辜负大家的期望，打败11个国家18支的队伍，摕下建筑这个项目的金奖，嘛摕下创新这个项目的铜奖。双料大奖的加持，是让台湾再度出名国际。比赛的过程真特别，师生为零出发，合力起一栋台湾厝。这个厝外口的壁会随着室外温度的变化，产生缤纷的色彩。这间台湾厝的设计融合环境影响、再生能源甲循环经济，到底是安怎起的呢？咱做伙来看。第一次国产的中木构造，我们挑选强度比较好的这个柳杉太阳能源屋，因为它里面有个相关议题就是永续。目前国内中木构的技术水平在国际上面得到大家的肯定，调节光线符合我们绿建筑的这个概念。最感动的那一刻就是把我们中华民国国旗插上去那个时候。The first prize goes to Team TDIS. Project One House for All in Taipei. 台湾第一栋国产动木构建筑是阳明交通大学跨联合设计科学研究中心起的作品《台湾厝》，在德国的建筑竞赛得到奖。好像我们的努力被看到了，好像我们的成果被大家看到了。The third prize goes to Team TDIS from Taipei, Taiwan. 当天我们就带回了2座奖杯，建筑的第1名跟创新的第3名。Congratulations！ 国际的这个竞赛在这样的舞台，全球这么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得到这些专家的肯定，我想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And we took a long term from Taiwan. We took a lot of time in innovation and this architecture.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24位同学、6位指导老师和13位专业技术人员，在疫情又案严重的2022年5月组队前往德国，经历24天对平地起台湾厝，要甲全世界讲创新科技、舒适生活、永续循环的新建筑观点。这次我们去比赛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希望把台湾的建筑的文化、台湾的建筑的技术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件作品的样子。我们在它的这个南边开始转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度，让它取得最好的太阳能源的吸收，包含太阳能的发电，包含太阳能的热水等等。那我们在北面呢，大量的去设置了所谓的绿屋顶、绿立面，让这些植物呢可以去为我们创造出更舒服的环境。感温变色砖啊，后壁随着温度变化，会有无同的缤纷色彩。这是来自研究团队一直用相同的方法，经历过几啊摆实验，上尾啊的成果。我们在我们的屋子里面设定了3种温度梯间。这样子设计的效果就是说，希望这个屋子在不同的时间点，在冬天跟夏天，在白天跟晚上看到，它其实都会有不同颜色的变化。粉体跟它的液体其实有一定的比例在。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25度的红色。它的25代表就是说，它在25度以下都会维持这个朱红色的状态。厝要有台湾味，爱对细节来呈现。那既然我要做，那我要做色，它要长什么样子，有所本、有意义的造型出来。所以我们也花时间去 study 一下台湾的窗花。其实我们先用3D 列印去试了好几种不同的 pattern， 大家排列出来，然后看说，哪个我最喜欢，然后去想说，这摆起来的效果会是怎样？其实是这样子，这样子就是它的一片。
灌膜都淋上去之后，稍微拍一下，把气泡震出来。现在在等它硬化的时候，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之前做好的同样颜色的港湾变色装。OK， 好。看到之前做的就是这个红色的，手放在上面的地方就会有变色的手印发摆在上面。有温度没温度就在这时候产生了。它这个有卡榫，然后稍微对它的这个结构进去之后，稍微压一下，然后再稍微围一下，就卡住了。它这东西安装有一个顺序，就是说我一定要由左到右，或者是你一定要同一个方向，因为它到时候它放进去之后会 offset 过来嘛。你如果中间空一个洞的话，那个洞就很麻烦。框架就大家都排之后，到最后再看，其他人就会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越来越往上，越来越往下？边做然后边现场修正，可能说这个有点歪掉，然后我就可能拿砂轮机在旁边修掉。参加的同学利用下课时间，做伙完成几啊千片港湾变色砖仔的手作生产工作。包含的红色、蓝色、黄色，我们再给它3个温度的梯度，18度的颜色变化，25度的颜色变化跟30度的颜色变化。透过比赛，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台湾的文化、台湾的制造、台湾的研发，把这些不一样的创新的设计啊、创新的研究这些方案给整合在我们的房子里面。厝内安怎降温？安怎伫应效这个议题发挥？除了一直做实验，搁爱和时间比赛，找到上理想的数据和比例。我们原来只是要做一个垂直的窗户，我们原本大小窗帘、气动窗帘。对。那后来发现说，我们这个设计很多玻璃窗，而且甚至于连天窗都是玻璃。对。所以变成说，我们后来就想说，所有对外有玻璃窗的地方，全部都改用这个系统。我们运售一定是折痕的，然后我们又要送到德国去，然后它在这么多的压力这样一直挤压，然后折痕它又会形成破点，可能再找一些其他的材质去做这个测试。有没有机会说我们让它一体成型？不然的话，你看像这样一片一片，到时候组装的时候，可能同学们时间上面会有一些问题。我们还要考量到这个材料是不是够强韧。在一个工地现场不会容易坏掉，必须要找到一个绝佳的一个厚度，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设计。我先拿那个乌来凤尾蕨，那是一种台湾的蛮代表性的一个蕨类植物，因为台湾其实有蕨类王国之称。后面选这个材料，你可能放在光下面，你在看的时候，它是一个不会那么刺眼的。通过我们的创意，然后去让世界看到我们一些不一样的点。所以在现场，他们其实对于我们 innovation 组，可能包含感温变色砖，或是塔多拉，或是我们的气囊，他们其实是非常有兴趣的，因为那是学生自己做的。但我只能说，我们的投入这些巧思，然后跟后来居然可以呈现，我只能说我的满意的分数是满分。其实早就伫出国比赛之前，团队就以硫酸各山材完成2层楼的木构建筑结构体，完成材料测试的模拟课。对壁、天棚、涂骹到架间，全部来自台湾林业资源。它的材质啊，或者是它的变形程度啊，怎么去控制？这其实是我觉得那是我们接下来蛮大的一个挑战。阳明交大团队在世界绿建筑大赛当中获得评审青睐，其中大量使用的国产材都来自于台大实验林的木材利用实习工厂。林务局对2017年开始和台大实验林管理处合作，木材利用实习工厂以半年的时间。完成所有台湾处使用的木建材用料准备。我们这一次所使用的柳杉光那个尺寸就加工尺寸大概用了大概将近60立方米，就200到240立方米的原木，才能裁切出
我们所需要的大概60立方米左右的这个加工板材，它的利用率目前来讲是大概是在30到40%。比如说这样一车哦，大概5、6立方米而已，所以大概要12车，差不多。这摆出国比赛项目拢来自山马，这3根啊都是所谓的柳杉。那这柳杉也是我们这一次去德国参加的那个所使用的这一些材料。之后呢，它砍伐下来之后一段时间，那它水分整个它的含水率会降低。那降低之后，它的树皮就会自然剥落，就会像这样子剥落。更干燥的时候就会像这一根，像这个都是一个完整的木材，它的整个材料组织是很完整，是很密实的。可是当腐朽就会像这样子。就是松松垮垮，然后根本没有强度可言，一折就断了。那这个材料根本就没有办法用。我们尽可能在这样子的状态，或者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就要赶快来做制裁加工。切好的原木加工处理，变做建材。台湾一年木建材使用量有600万方米，国产材运用却干那1/1%。绿建筑发展要踏出成功的第一步，提升台湾原木的使用率是关键因素。国产材主要呢是由我们的这个早期的造林哦，那造林的树种大概以日本的柳杉、还有杉木以及台湾杉这3种，收获了林产物的生产的部分哦。它就是把碳固定在那里，然后我们来盖房子，房子可能剩100年、几百年，那它的碳就固定在那里，它就不会马上回到大气里面。大基条啊，拢来自珍贵的林木。CLT 主要是用在于楼地板、墙壁的部分，它是一个大面积的墙壁。那 GLT 的部分的话，主要是用在于我们的梁跟柱子，因为它是等于像这个大型的柱体一样概念。当时在制作的时候，就有预测德国的相对湿度跟气温，所以我们在干燥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木材的含水率已经降到适合德国的一个相对湿度。放最后一根梁的时候，那跟我们配合的德国的轿车司机，他特别请大会的人员来，然后就是以德国的方式，就是他们有个上梁的仪式。Thank you. I really want to thank you because you are such a great team and I'm so proud of you and it's part of the German tradition. 包括林玉贤、李奇无在内的13位专业技术人员，因和团队做伙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地平不平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垫平，要抓水平出来，自己要才做一些软木塞啦，不像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讲国语。大家都听得懂，然后就做起来就蛮快的。你讲英文，我 I don't know。因做回去台湾厝，为国争光嘛，感觉真光荣。最感动的那一刻，就是把我们中华民国国旗插上去那个时候，那时候我眼眶都红了。国内在新型木构造、重型木构的部分，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把一栋房子盖出来。整个架构，它的结构就是运用国产的柳杉。欧洲地区他们所生产的木材，基本上都没有像台湾这样子非常深的这种纹理或者是色泽。永明交通大学的24位同学，除了分组研发，还会了解其他项目，累积唔捌有的人生经验。在地工业工课嘛是其中之一。好，抓好10公分啊，10公分。在台湾可以用中文，可以用这个台语跟吊车司机沟通，但是在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办法的。你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去学习怎么样去面对那些未知的挑战。在台湾，其实这个挑战其实我们大家都还在努力当中。那不过我觉得借由这个台湾错的示范，其实我们证明我们在国际上其实是受到大家肯定的。台湾厝典型的国产材优势，绿建筑加上减碳，人和环境共好的信念，对一摆搁一摆的竞赛找出解放，坚定的走向永续之路。